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经后肚，毋通经大步。济查某人咧相对象的时，拢希望嫁予有钱人，较免日后烦恼经济问题。会安尼想是无毋对，是讲今仔日咱若当着人品好、佮实在的，准做现处时经济较闲，毋故意倾骨力、倾拍拼，前路嘛光明。咱经即款查甫人嘛无较输量。即句俗语要甲咱讲，查某囡仔要找结婚对象，爱先重人品，经有前途、有未来的，毋通干那看伊有钱就对伊去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